Sweet Genie Biome 同 Ocean Park 劃出健康腸道微生態頒獎典禮。早晨啊，係啊，今日咧我就代表 Genie Biome 啦，非常之高興咧能夠喺海洋公園同大家一齊見證小小科學家探索腸道微生態填色同海報設計比賽嘅成果。呢個嘅比賽嘅活動呢，係我哋嘅結尾，亦都係我哋同海洋公園共同進行一個為期2年嘅教育計劃嘅重要里程碑。咁另外啦，亦都海洋公園其實一直都相信呢，我哋嘅學習呢，其實唔係淨止喺課室裏邊度發生嘅，其實呢都會喺透過一啲體驗啦、探索啦，喺你哋嘅創作裏邊呢，裏面不斷咁樣去成長。大家好，我叫麥子彤。我今年4歲，我讀嘅先對幼稚園九龍塘。小朋友食完益生菌之後呢，都健康咗同埋少病咗嘅。大家好，我係黃仲坦。腸吸收咗益生菌之後，就會變成抵抗力。我係黃嘉晴，我喺呢幅畫入面加咗一個字腸道健康，身體好，你我都可以做得到。我喺呢幅畫想表達出嘅係腸道健康，你會瞓得好，精神同埋會有好嘅成績。